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38個視頻，介紹演員楊冪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星格，日月拱奴僕宮。楊冪1986年9月12號出世於北京，係中國內地女演員、歌手、製片人。童星出道1990年，4歲楊冪出演電視劇《唐明皇》中嘅幼年咸宜公主，開啟演藝生涯。1993年佢深演李丹陽嘅穿軍裝嘅川妹子 MV， 應該作品獲首屆中國音樂電視大賽金獎。2002年，楊冪簽約北京榮信達影視藝術有限公司。2005年，佢以專業堂第一嘅成績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榜。尾2006年，佢喺《神雕俠侶》中飾演郭襄一號嶄露頭角。2009年，因主演《仙劍奇俠傳3》受到廣泛關心，並獲內地新4小花旦稱號。事業走紅之後，2011年楊冪憑借住粵劇《宮鎖心玉》走紅，過第17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助獎觀眾，票選最富人氣女演員獎。2014年佢主演嘅《古劍奇譚》成為第一部網絡播放量破100億嘅電視劇。2015年，小時代系列電影票房突破18億人民幣。2017年佢憑逆時營救獲侯斯頓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助獎。2021年，楊冪主演嘅《刺殺小說家》票房超10億，同年參加央視春晚。2023年，楊冪官宣與嘉德傳媒結束合作。2025年，其主演嘅《象院弄玄案》上畫。2026年1月，佢憑借《生萬物》中寧秀秀一號獲得第10屆旗井城影評人協會電視單位最佳女演員獎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楊冪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